维吾尔学生在集中营受酷刑而死。被迫从埃及返回东突厥斯坦的伊尔哈姆无法忍受集中营的酷刑而死亡。去年7月份，埃及留学的维吾尔学生面临强行遣返的危险，中国当局监禁父母来威胁他们。28岁的留学生伊尔哈姆为了家庭的安全返回家乡，之后他被捕并关进集中营。据悉，他在集中营受虐待和酷刑而死。俄罗斯穆夫提否认了东突厥斯坦集中营的存在。俄罗斯穆夫提委员会主席盖努金用亲中俄反穆斯林的态度和不知耻的丑闻继续背叛东突厥斯坦的穆斯林。他否认了数以百万的维吾尔和哈萨克人关押在里面的集中营的存在。在哈萨克斯坦出席一次宗教会议时，盖努金表示，他访问过中国，也到过新疆，同中国穆斯林的接触中，没有听说穆斯林兄弟在那里受到歧视。美国议员呼吁政府关注东突厥斯坦局势。美国国会负责监察中国状况的委员会发表年度报告，严重关切东突厥斯坦侵犯人权的状况，要求总统特朗普向中国施压，马上关闭再教育营。共和及民主两党议员联合提出法案，对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等涉事官员实施制裁，禁止他们入境美国及冻结在美资产。维吾尔姑娘获得了冠军。住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维吾尔姑娘夏赫热扎提在国际武术比赛中获得了冠军。1992年出生的夏赫热扎提多次参加了拳击、空手道和跆拳道等项目的国际比赛，这是她第4次获得此项运动的冠军。沙特对任何制裁采取报复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于今日表示，沙特阿拉伯当局或是导致沙特记者卡舒奇失踪甚至死亡的幕后主使。如果得到确认，美国将对沙特施加严厉惩罚。沙特政府坚决否认与该事件相连，并于周日指出将对任何因此事受到的制裁采取报复措施。伊拉克饮水中毒人数超过10万人。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负责人透露，伊拉克巴士拉省饮用水中毒事件造成的受害者人数已达到11.1万人。自今年中旬开始，伊拉克最大的城市之一巴士拉市出现了饮水短缺和电力供应紧张等情况。针对这一情况，巴士拉市政府紧急关闭了100多家没有正规运营资质的饮用水净化站。伊拉克人权组织呼吁中央和地方当局采取紧急措施。